啊，第3届读经状元评鉴会考大小状元采接活动，哇！到台南市政府、台南市议会、永华路这边。我又不认识张志明是谁？谁？哦，正前方线金字塔造型，台南市政府。这附近还有宝光组台南市的大道场。 世华广场哦，20几层楼高了呢。哦，前面还有那个状元车嘞，有状元车，然后有那个拿牌子的，还有老前人啊，领船师们都走在前面呢。哦。 哦，是。